诸位，今日我儿满月，本侯高兴。成婚10载，终得麟儿。全仰仗祖宗显灵，娘娘保佑。来，让我们满饮此杯。好，恭喜侯爷！是不是永安侯府的那个乌鸦嘴啊？他怎么来了啊？这小孩是谁啊？爹娘，弟弟满月，怎么能让我这个姐姐缺席呢？我来贺喜啦！你不是在乱葬岗吗？你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请高僧超度你。不用超度，我是来带你们走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本座堂堂玄家一族少主，天生就受天道福泽，能趋吉避凶。结果呢，分不清好坏，听不懂好赖。这连本少主辛辛苦苦的伺候你们，结果你们却把本少主扔到乱葬岗。行，本少主不伺候了。快跑快跑！房梁都快断了，2楼那个傻子还能荡秋千。房檐早被白蚁蛀空了，一用力，整座楼都得坍塌。这楼里好了几10号人呢。关我什么事？从前哪次我不是拼命提醒，事后却被当成出口成祸的灾星。那人一看就富贵无奇，偏是个短命鬼，可惜喽。发票，屋里不许搭救。姐，上吊也不行。长得帅等于长期饭票，等于以后顿顿有肉。看来地府也不景气，牛头马面都换童工了。你才是鬼，全家都是鬼。本少主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哎呀，少主，求人收养要可爱点。你好，你是我相中的饭票，不答应的话我就撕票。那你现在就可以撕了。这饭票怎么回事？好重的黑气，就是厄运缠身，难怪会一心寻死。快，就在楼上！我看见那群乌鸦飞上去了。把那个小灾星给我抓住！装神弄鬼吓唬老爷，别非把他烧了不可！上！有人要来抓我，帮我摆平他吧，就当还我救命之恩。小灾星，看你还往哪儿！靖王殿下，夫君，他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要跪他？你闭嘴！3年前，北京那场仗，3万将士全军覆没，就是因为这灾星萧恒。据说他断腿之后，暴力无常，谁沾上他，谁倒霉。
亲我，难怪身上金光这么浓，原来是皇亲。这不比永安侯那个破侯府强10000倍！以后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，谁还敢欺负我？本王要出去，给本王让开！听见没？都让开！本少主的朋友呀！本王何时说过带你走了？你打扰本王寻死，坏本王大计，还想让本王谢谢你？让开！让开！什么情况？本少主又丢了个白眼了。呀，不牛了，怎么不继续装神弄鬼了？狐假虎威完了是吧？现在狐走了，你这只小狐狸落单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这个灾星，全天下没有一个人肯要你，你就活该一个人被烧死，烂在臭水沟里。殿下，殿下，您不是走了吗？本王改变主意了。你是乌鸦嘴，本王是扫把星，正好，本王缺个闺女。你相信一剑争爹吗？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我命中的爹。1号岁岁，行不高明，坐不可信，就叫萧岁岁。既然认了本王做爹，那谋害郡主，便是戕害皇室血脉。你说，我们该怎么惩罚他？少主，老祖说了，您下凡是来改变世人印象的，不是来杀人放火的，你忘了？烦死了，本少主当然没忘。那个爹，杀人不好，咱们要积德行善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他们不是把我扔乱葬岗3天吗？那就让他们也尝尝本少主受的罪。好，都依你。啊！殿下，饶命啊！殿下，3天，乱葬岗有野狼，下官会没命的呀！殿下，走啦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啊！夫人，夫人！他怎么灾星来了？回来干什么？这羊造没用，又回来好玩。郡主萧岁岁随父王归家，免礼平身。爹，你不是说府上有10万大军吗？人呢？王爷！王爷！王爷！
钱躲开点啊！哎呦，王爷，奴才10万，属下大军，再见王爷。爷，你不是王爷吗？这混的也太差了。爹，你叫他什么？哎呀，王爷不愧是王爷了，连生女儿都如此神速，简直是超脱旁人，一骑绝尘。是啊。这是本王路上捡的。哦啊，嘿。本王早就说过，连国师都亲口批命，本王克亲房主，天煞孤星。正因为如此，3万将士埋骨北境，本王的腿一也。小碎碎，你干什么？压疼本王了，下来。疼？本王的腿有知觉了，怎么可能？国师学艺不精，他胡说八道。没事的，爹。现在你养了我，你的大难离他啦！说什么呢？使不得郡主来了，快下来，快呀，乖乖的啊！随我去书房。为什么去书房啊？碎碎是肚子饿，不应该去膳房吗？碎碎现在是人，不能光补充精神上的能量啊！走。你看刚才，老师，小郡主刚才的意思是不是说王爷的苦日子到头了？大军呐，你就是找不着重点。3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咱家王爷笑得这么开心呢。王爷笑了吗？当然了，你没看见？我不管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位小郡主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小郡主哎，我现在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大厨啊，这个。3万将士，不忍生还，凭什么你活着回来？凭什么？还我儿子命来！放心，就这个废物！莫非天煞孤星，克亲房主，你也配回来？你活着只会害死更多的人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死得好惨啊！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爹爹，碎碎帮你赶坏东西。这是知觉。啊！还没来疼惜强烈。
我这饭票真没找错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碎碎？本王何时不喜欢碎碎的话，可以直说，不用这样处心积虑赶我走。你自己尝尝，太难吃了，毁我干饭心情，照应。这鱼怎么回事？莫非是有人下毒？下毒？哎呀，王爷，没人下毒啊！这些菜啊，每一道都是奴才亲手做的，还有这肉都是早上在市场买的呀。还有那鱼是从咱们王府花园池塘里面现捞出来的呀，绝对新鲜。小郡主，你跟上。快，小郡主，小郡主。难怪又臭又腥，原来是内鱼啊！什么意思？这水塘看着深，所以底下全是淤泥。你往里面注再多的水，它也是个死水坑，活不起来。果然，底下被人布了阵，专门汇聚晦气，难怪整个王府烟头巴脑的。有这么个东西在，能好才怪。把这水塘通了就行。啊？我按他说的做。王爷，这疏通水塘可得费不少功夫。更何况现在府里没人手，这么大的池塘要彻底清理干净，少说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啊！黄花菜都凉了。这也没办法呀。老师，你不觉得刺耳吗？刺耳吗？我耳背听不见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哇！你看，哎呦！开干！王爷，小郡主这身份，她什么身份你看不出来？是要救我们全府于水火之中的祥瑞呀！对呀，知道就好。记住，她的能力要绝对保密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晓。是。果然。有人故意布阵，吸王府的气运。如今真破了，布阵的人必会遭到反噬。哎呀，听闻我这倒霉的三哥在外面捡了个孩子，本宫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。怎么，你们是准备给自己挖个坑埋了？居然是他，碎碎在人间的渣爹。5年前，本少主肩负悬崖一族重任，投胎下凡。碎碎，你是我悬崖一族100年难得一遇的福星，天生便可见祸福，能通百兽。此番下凡，必须找到那龙妻最旺之人。太好了，找到了，那龙气最盛。碎碎命中注定的爹就在那。我要告诉世人，我们悬崖是福星，能驱毒避凶。爹，我来了。错了，时辰不对。
殿下生了是龙凤胎，一个哥儿，一个姐儿。2个？青天剑不是说福保降世，怎么会有2个孩子啊？殿下，老奴听闻天象异动，先雷电后金光，这对龙凤胎中恐怕是一福一祸呀。灾星？是啊，殿下，灾星留不得呀，轻则克金房主，重则祸及满门呐。把那丫头送去交到乱葬岗。蠢货！本少主本来该投胎到真龙天子怀里，结果被你这个冒牌货提前截了胡，结果还把我扔了，被永安后捡走，害我这些年小命都差点保不住。哎，三哥呀，三哥，我说你这是何苦呢？一个瘸子，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，也不嫌丢人。我要是你的话呀，早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行吧，给爹面子，但是，碎碎好惨啊！碎碎本以为跟了王爷爹就能享受荣华富贵、吃香的喝辣的，结果呢，连个迎门的人都没有，整个府里就2人，一个耳背，一个话多。郡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就是。碎碎又没说错，穷的叮当响，就连条鱼都是臭的。快配合我！放肆！本王好意收留你，没想到你如此忘恩负义。大军，拿本王的剑来，今日就要废了这个白眼狼！啊，是。哎呀，王爷息怒啊，去不得呀，他不是故意的。太子叔叔啊！太子叔叔救命！碎碎只是实话实说，不想听小命。他看不起你，你就给他点实力看看。太子叔叔，难道你想被一个残王看不起吗？没错，萧恒，是你自己没本事。小丫头，他给不了你的，本太子都能给你。这玉佩，赏你了。哇！太子叔叔一看就是人中龙凤，富贵无极，成大事不拘小节。萧恒，你这个废王，你就连太子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你胡说，1块玉佩而已。你问他要别的，你看他给你啊？就是嘛，怎么不会？来，金叶子50片。无趣。上等神木宝扇也给你了。唉，一般啊。我这个上等熊皮外袍也给你了。红丝绒腰带，拿去。小郡主你看，还有我的特等鹿皮内袍，拿去拿去，100两啊！就这？来，剑拿来。御赐的玄铁剑至少值1000两啊！拿去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这个，这个也给你了。没了，都没了。怎么样？本太子现在身上啥都不剩了。真的什么都没了吗？没了，本太子什么都能给你，怎么样？你能吗？啊，当然不能。因为我们是啥人呀？啥意思？大军在，关门送客。是，太子请了。干嘛？去，走你！王这是被仙人跳了。怎么小恒，开门！你个废物，你敢耍本宫？给我开门！你个败军之将，腿瘸了，兵没了，父皇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就待在这破王府里等死吧！等死！
本王的命，旁人做不了主。太子殿下若想替本王做主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机遇。谁在惹他？这张买烧鸡，这张买糖葫芦，这张买酱肘子，这张买清蒸鲈鱼，这张……算了，这王府太旧了，剩下这些都用来给爹爹打扮窝窝吧。这么多，你不心疼啊？心疼什么？你是我的长期饭票，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吃得更多，赚得更多，这叫长期投资。你身为王爷，居然连这些都不懂吗？要不让 C 来教你吧。这样吧，你每天给我按时交学费，1节课半只肘子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徐公公来了。陛下口谕，明日早朝，请靖王殿下入宫觐见。靖王殿下，太子殿下回宫时就病倒了，他参了您一本，说您纵女行凶，谋害太子。明日进宫，您悠着点吧。父皇，你要替儿臣做主啊！父皇，起来说话。儿臣起不来了，父皇，我这浑身都好疼啊！父皇，都是靖王捡来的小魔头，他招来马蜂蛰儿臣，他还联合靖王骗走儿臣的钱财，他还阴森森的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啊！父皇。陛下，太子回府时确实是光着脚，披头散发，身上就剩一件中衣。哎呀，是啊，父皇，他把儿臣欺负得好惨呀，他还……你说他之前怎么了来着？我忘词儿了。他不是人啊，父皇。他是魔童下凡尘呐！他走到东边倒霉，他走到西边遭瘟。他一张嘴灾祸到，他一抬手麻烦找。他往哪儿一站，是鸡也飞来，狗也跳啊！父皇，他没词儿了。是谁奏的乐呀？有赏。叔叔，唱得不错嘛，就是有点跑调，要不要我教教你啊？不过要收费哦。参见皇爷爷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这是靖王，靖王这是靖王，不是眼花了吗？怎么来上朝？我没看错，我第一次看他上他错是。你看他的脸色，哪像太子说的半死不活？不愧是从前陛下最看重的皇子，就算断了腿，也是神采飞扬啊！是啊，爹爹，你别怕，有岁岁在。这孩子自从战败受伤，便郁郁寡欢，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酗酒不出。朕原以为他已经废了，没想到今日上朝竟是这般光景。靖王，气色不错呀。托父皇洪福。朕没觉着你托朕的福，朕倒是觉着你托这个女娃的福。是。自从收养了这孩子，儿臣的日子便不同了。父王不客气，翠翠很喜欢你，也很喜欢皇爷爷。
们都是福泽深厚、心存善念的人。这个娃娃嘴甜得很。父皇，你别听他们装模作样的，这呀都是假象。他昨日就是这么哄着儿臣，把我的东西都骗走了。大人说话还不算话，送给别人的东西还往回要，太子叔叔可真小气。好，就当本宫昨日倒霉，中了你们的圈套。可萧恒，你擅自认下这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便是目无礼法，祸乱皇室血脉。更何况这丫头还是个灾星。说是灾星，就灾星带到朝堂上，跟成何体统？就是差拳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臣听闻晋王府的小郡主来历不明，且天生不祥。臣老家就在临安城，听说过这个丫头的传闻。她一张嘴，说什么应什么，邪门的很呐。哎呀，对呀，父皇，你听见了吧？她就是个灾星，走到哪儿倒霉呀，父皇。怎么回事？你可看到了吗？小恒，你竟然在大殿之上公然行凶！父皇，你看见了吧？他呀，在大殿之上目无法纪，公然行凶。父皇，你可要好好处置啊！父皇，太子殿下，本王是在救你。什么？这两位大臣当着父皇的面妄议皇室，按天玄律法，该当何罪？臣不敢，臣不敢。父皇，儿臣打掉的不是他们的帽子，是他们对父皇的大不敬。爹爹好厉害，明明是打人还能说得这么好听。你强词夺理。穗穗，他们说你坏话，你想不想自己说点什么？想啊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这帮叔叔伯伯虽然心眼是挺小的，但瓜那么大呀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了。先说我的，他那小儿子长得跟对面那王大人一模一样。这位爷爷，人家后院是着火，你家后院都能开马场了，绿油油的一大片草原。你家夫人每个月15都要去城东的观音庙，王大人每次都和你的夫人巧遇，你说是不是呀？王大人，好啊，老王，厉害了，竟然做这种事啊！没这事儿。这位伯伯，你不仅养外室，而且还贪污赈灾款，你是不是给李大人送钱去了？小老鼠说他昨天晚上看到你去给李大人他送银子呢。胡说！哎呦，我们两袖清风。胡说八道！陛下明鉴。你们还两袖清风啊？你们富得流油！我早就知道你，张大人啊，你呀养外室，李大人你放印子钱。对，我早就知道。你再当陷害！你再当陷害！这些东西到地上多浪费，让我来帮你保管吧。母妃，儿臣被人欺负了，母妃。哎呦喂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是那个萧恒，还有他那个请来的野丫头，他们联合起来骗儿臣钱，还骗儿臣的衣服。儿臣去告状，父皇反而不责罚，还给那个野丫头放了个郡主。母妃，你看儿臣的脸呀！哦，胖了，那是胖了一圈啊。不是，我是被遮住了，母妃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可是母妃，儿臣咽不下这口气。
哎呀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母妃明天啊，就把他们请进宫，替你出出这口气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乖啊。明日宫宴，邀靖王携女入宫一叙。啊，舒贵妃，王爷，这顿饭咱可吃不得。是啊，王爷，舒贵妃有好事从来想不起您，每次叫您去，不是给太子顶罪，就是训斥您风头过盛，还宫宴，我看是鸿门宴，晦气东西，我拿去给您烧了。这宫宴，本王还非去不可。啊？你们都没看出来吗？本王的女儿爱吃席。穗穗，明日进宫，吃你祖母的席。真的，祖母太客气了。爹，宫里的席都有什么呀？你画的都有。这样啊。少主，这啥呀？皇宫里的大坏蛋，明日本少主就把他烤了，一起做成席。药放好了吗？回娘娘，已经放好了。这药无色无味，喝下去只要一盏茶的功夫，就会浑身瘙痒，坐立难安。母妃，那丫头要是当众出丑的话，那萧恒管教不严的罪名可就跑不掉了。哼，她要是又唱又跳，我就说她不懂规矩，罚她在宫里学规矩。到时候萧恒没了这丫头，我看他还能翻出什么风浪。哎呀，还得是母妃，妙啊！你待会儿少说两句，省得坏了我的声。是，儿臣只管看戏。哇，这就是祖母的宫殿吗？好大呀！儿臣给母妃请安。我特意准备了这一桌，就等你们来吃。靖王，前些日子我得了一幅前朝古画，听说你精通字画，你去偏殿帮本宫长长眼。穗穗先留在这儿吃着。穗穗，哎呀，爹爹，没事的，穗穗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难道还能把祖母的宫殿给拆了不成？放心，穗穗有分寸，你在这儿影响我发挥。那儿臣先行告退。祖母，穗穗饿了，可以吃了吗？吃吧，这些都是你的。穗穗啊，先喝口茶，润润喉。茶是不是放坏了？怎么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？怎么可能？这明明是今年新进的贡茶，怎么会有怪味？不可能，穗穗鼻子可灵了，要不祖母您自己闻闻。
了对母妃无礼。虽不是故意的，虽只是感染了风寒，你们也要责罚虽吗？你无妨，太子，送本宫去换衣服。趁儿，叫靖王回来陪郡主。是。爱母妃，慢点，爱母妃。雕虫小技，还想害本少主？真当本少主是3岁小孩啊？本少主都5岁了。少主抓到一只毒虫，他说自己要被磨成粉，害你爹了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小的不想死，他们要把小的磨成粉，掺进靖王的饭菜里，说是吃下去就会筋骨腿软，没有知觉，永远变成废人。小的也是被逼的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求少主救救小的，小的不想被磨成粉啊！他们要用阴毒谋害你爹。放心吧，本少主是慈悲之人，不过嘛。这能行吗？你照做就是了。事成之后，本少主赏你1筐新鲜叶子。成交。靖王，这是本宫特意让御膳房为你熬的汤，24道山珍海味熬了3天3夜，你尝尝。萧恒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怕母妃害你不成？真是不识好歹！太子殿下教训的是，母妃自然不会毒害儿臣。不过母妃一直教育儿臣，要把好东西都留给弟弟，儿臣铭记于心。既然太子殿下如此重视母妃，请。你行了，这汤人人都有，上。就知道萧恒不会掉以轻心，幸好本宫早有准备，看你还如何推辞。太子叔叔这么孝顺，不管祖母给什么，肯定都会喝光的吧？哼，那是自然。母妃给本宫的，本宫从不推辞。哼，反正本宫碗里有梅毒，怕什么？你确定吗？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哼。救命！不是，救命！大嫂啊，大嫂！哎呀！是你害我！虽做错了吗？虽只是把您给爹爹准备的好东西给太子叔叔尝尝。虽做的不对吗？虽做得好，不过父王告诉你。以后有这等好事，别忘了给你祖母也来一份。你们来人，把这个妖女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你竟敢单立刃入宫！儿臣身为武将，佩剑上朝，父皇亲准。母妃若是不信，大可去问父。好，就把你们都抓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父女俩的骨头有多硬。
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天天小心！废了3年，今日终于能站起来。母妃，这还真是托您的福啊！这3年你送儿臣的大礼，儿臣记下了。从今往后，儿臣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至于谁再敢打本王女儿的主意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骨头。碎碎，走。等等，爹爹，我先去拿一个东西。精神损失费不要白不要。也不能浪费，留着回去加餐。走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别碰我！碎碎，多谢你。哎呀，谢什么？本王从来没想过，此生还能站起来。多谢你之前治好了我的腿。跟碎碎客气什么？不过爹，舒贵妃她为什么要害你？她不是你亲娘吗？在她心里，只有萧景。从前本王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拼命立功，只想着他能多看本王一眼。3年前北境那场仗，3万将士，只有本王活着回来。回京那天，满大街的人都骂本王是废物。再醒，母妃来了，她扇了本王一巴掌，说本王是天煞孤星，可亲房主。爹，你听好了，是那些人瞎了狗眼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灾星，你是碎碎的爹。以后有碎碎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好，这样才对嘛。以后爹爹你就跟着碎碎混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不过爹，今天那些毒虫不是普通的虫子，能养这些的背后肯定有人。国师无望，当年给本王批命的人就是他。批命？就他算什么东西啊？爹，你听我说，能批你命的只有老天爷。哎，老天爷就是我爷爷。所以爹放心，以后有碎碎在，你就可以放心啦。无论是什么邪术啊、妖道啊，碎碎通通都给你收拾了。
本宫定让你们知道，伤害我儿子是什么下场。萧恒，你腿好了又如何？在母妃心里，本宫永远都是最疼爱的儿子。鸽子，你身上有没有带路费？没有的话，就把你给砍了。自然，岁岁要吃烤鸽子。郡主好准头啊！郡主啊，郡主请看，这些新晋王府的护卫和丫鬟呢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就是新的一家人了。他们有礼物送给你哦，看着，来。诸位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把刚才排练好的再喊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双手举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郡主是地，郡主是天，郡主是生命的3/4。耶！这10万从哪儿想这么肉麻的口号？我想的。怪不得这么有文采，属下也得去学学。女儿奴真恐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烤鸽子去啦！烤鸽子，烤鸽子这道菜我拿手啊！郡主，我教你啊！今天散了啊！郡主等等我。王爷，这好像是舒贵妃的字迹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偏心萧景，本王早已习惯。可如今，他竟把主意打到本王的女儿头上。他不护着孩子，本王断然不会。鸽子味道不错，求饲养教程。本座的千里传信歌。这个死丫头，这个死丫头！我怕你，我要。傻瓜，傻瓜！这是萧，本王的信，你就先练这个，照着写，一笔一画，不许偷懒。姐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头发，这是你的脸，这是你的脖子，这是最最新发明的字，叫形象字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嘿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像王爷这画的啊！大军，儿子，围着王府跑20圈啊，30圈，不是这40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贵妃娘娘玉佩一块，多少钱呢？卖给当铺太坤，留着升值。刺绣荷包1碗，今日净赚，挣翻了！岁岁，本王教你写字，你为何不学？哼，写字又不能赚钱。读书明理，方能成才啊！爹，你说错了，
长财不如发财。你发财了，想请多少个夫子都可以，到时候让他们帮岁岁写，岁岁只管数钱。真是掉钱眼里了。岁岁，爹明日带你去国子监怎么样？不去，夫子最无聊了。那就算了。只是本王听说国子监的弟子个个都出手阔绰大方，可惜了。爷爷，岁岁明天就去，保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把他们的钱都赚回来。10万10万！哎，给岁岁准备一个书包，要大好的，至少能装500两银子的那种。好嘞，没问题。 10万书他不是耳背吗？怎么听见的？看了那个，今天夫子说没事，又说走。大家好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一个捡来的丫头，你也配跟我们上学？就是，你谁啊你？我是谁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明月，你上个月偷了你爹的玉佩当掉，然后去赌坊花了50两，输了个精光。现在嘛，玉佩还在当铺压着，赎金需要80两，需不需要？我告诉你爹呀。你怎么知道？舒明远，你上个月在街上调戏人家小姑娘，被追了3条街，最后躲进茅厕才跑掉。顾言，你昨天考试作弊，把小抄藏在了袖子里边，结果小抄掉了出来，被赵琪捡到，你花了5两银子才封住他的嘴。还有谁想听我的故事啊？本君主这里的故事可都多着呢。收费也不贵，只需要5两银子。陛下，这丫头太可怕了。等会儿马术课，本宫亲自会会她。没错，皇长孙是太子殿下亲自教授的马术，无人能敌，更别说是一个小丫头。一会儿马术课，殿下好好发挥，给她一个下马威。一声我响，岁岁的小粉马如离弦之箭，遥遥领先，加油冲刺！恭喜岁岁郡主轻松拿下比赛。他跟殿下一起到的，不是同时，他比殿下快了半个码头。这怎么可能？殿下可是太子亲自教的马术，他一个捡来的。你小声点，我怕他听见，又把你的破事抖出来。速度还是慢了点，胡萝卜只给你半根。先生，说好的1根，再吵半根都没有了。怎么样？要不你给我一点学费，亲情价。父王说了，要是在学堂连他都赢不了，我就不配做他的孩子。我要骑这匹马。殿下，这马不行，他性子太烈，已经踢伤过很多人了。普通的马算什么？本宫要骑就要骑最好的。小碎碎，你敢不敢再跟本皇长孙再比一场？哇，离这马远一点！完了，这马疯了，没人能治得住他。站好，萧，你站好。你胆子还挺大，吓唬谁呢？以后再敢吓唬人，本郡主就把你送去拉磨，一天拉12个时辰，累死你！对不起。知道错了没有？以后乖乖的，不许再吓唬人了。嘉瑞，谁要拉你起来了？救命费50两，出场费另算30两，一共80两，结一下。
如果你想让我拉你起来的话，再加10两。他疯了，殿下怎么可能给他钱？够不够？高！干嘛？给我的钱就要不回去了？你是不是没钱吃饭了？这个给你。再来！殿下，咱们还对付他吗？还对付什么呀？以后谁敢再欺负岁岁，就是在跟本皇长孙对着干。啊！等会儿把保护费都交给他。王爷，您这都站了半个时辰了，要不坐会儿？不坐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腿刚好，一下站这么久。哎呀，大军，你不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？郡主殿下还不出来，王爷怎么可能不担心呢？哟，对呀，你说咱们郡主会不会被他们同学给欺负了呀？啊？老石，你想多了，咱们小郡主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。你说郡主欺负别人啊？哈哈，想想也是啊。哎，不对，郡主那么财迷，她要是欺负人家，肯定会坑银子呀。要是银子坑的太多，她拿不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我看这庭院也不高，你身上好，翻进去看看要不要帮忙？哪来的银子我就翻。哎，你这关键是个完蛋，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我去。岁岁，小郡主。爹，岁岁太喜欢上学了。郡王，岁岁入宫之后，你的身体便已痊愈，心情也好了不少。朕知道你疼爱这个孩子，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。朕听说他把国子监闹得鸡犬不宁，还在那做上买卖了。岁岁他的确有经营之才。哼，朕是在夸奖你吗？朕是在提醒你，不要骄纵了孩子。岁岁他是天赐福星，父皇日后便知晓了。岁岁，你在找什么？王爷爷，你这屋子里怎么怪怪的？梁上灰多檐下抠，墙根有洞地底偷，龙椅底下藏宝贝，可惜爷爷做不完。放肆！父皇息怒，岁岁年纪尚幼，言语冒失，儿臣愿替他领罚。王爷爷别生气嘛，岁岁这是字面意思，岁岁是想说你这龙椅下面有东西啊。要是你不怪岁岁在国子监的事情话，那岁岁愿意跟你55分成。还跑朕这儿来讨价还价了？好，朕答应你。朕倒是想看看朕的龙椅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这是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样，王爷爷，你屁股底下的宝贝还不错吧？这到底怎么了？前朝末年兵荒马乱，有人把宝贝藏在了这个龙椅底下，等着改朝换代的时候再来取。结果没有人等到这个时候，就便宜了这些小家伙啦。哎，这不是前朝的镇国之宝玉如意吗？哎，有了这些宝贝，可真……王爷爷，您还没答应岁岁呢。岁岁，朕全答应你啊！答应你，答应你。
晋王说的不错，你真是朕的小福星啊！啊，以后谁要敢污蔑你，朕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深感后悔，我这位母妃还真是不死心呢，如今连苦肉计都用上了。王爷说的是，但这次贵妃娘娘她搬出了皇上，您要是不去的话，怕是不合适啊。兵来将挡，本王也想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。不过本王心中最在意的，现在只有岁岁。至于他那些母子情分，就留着他和萧景慢慢续吧。本宫做的事儿，太子知道吗？回娘娘，殿下半个字都不知。不知道的好，知道的越少，他越安全。这满园的花，本宫早就命人撒了一日菇。掐着时辰，等那小郡主一开口，百花齐齐凋谢。皇上不是不相信他是灾星吗？那就让他看看好了。花呢？本宫的花呢？啊，这昨晚还在的。贵妃娘娘是在找那些花吗？报告殿下，全部拔完，一根不剩。不错，回去吧。你竟敢把御花园的花都拔了！给父皇准备的贺礼是各地名花，这新花入宫，旧物自然得腾地方。母妃，为何有了弟弟，您就要把儿臣赶出去？启殿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有儿臣的容身之所吗？弟弟还小，你这都要和他争，如此不懂事儿，看来我是白养你了。赶出去！这不是母妃当初交给儿臣的吗？哼，你是在阴阳我？哎呀，你这个做母亲的，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了解呀？我爹爹那哪里是暗讽，分明就是明朝啊！岁岁没文化，你也没读过书吗？皇上，你看亲王这孩子教的，小丫头都成了，成了！岁岁，你让朕弄的鸳鸯锅已经弄好了，快过来吃啊！传国青铜鼎，传人中炼仙丹的神器，母妃，我国第一，其他靠边。皇上，这可是祖传的圣物。那祖传的圣物，那自然是给子孙用的。岁岁，快点吃，一会儿凉了。怎会如此？哎，母妃，父皇，这花儿是怎么回事？快走！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老臣夜观天下，有幸朕冲紫薇，如今百花凋零，此乃大凶之兆，必定有妖邪在作祟。啊，太子殿下，怎么是您？啊，否则应该是谁？祝灵台。靖王殿下，多年前，司天台国师曾预言本王是天煞孤星，克亲房主。莫非祝灵台现在觉得太子殿下也是妖怪？微臣不敢，殿下，陛下明鉴啊！刚才你还信誓旦旦地说，怎么现在突然改口？莫非受益于你的不是天意，
是人为。嗨，庆儿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祝灵台呢，也是尽职尽责。这自古以来，胡妇都是相近的，一丝丝的区别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对，娘娘说的是，臣方才仔细又看了一遍，确实是看错了，这不是耀星冲紫薇，而是祥瑞之兆啊！陛下，是，今日陛下寿辰，必有祥瑞降临。臣观星象，这祥瑞应该已经到了。陛下，祥瑞，你看，真的是祥瑞啊！烦死了！什么祥瑞不祥瑞的，非要给我涂这玩意儿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！粘在身上好难受。好路啊！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害不了这灾星，替我儿长长面子也好。对，就这样，走慢点，优雅点，走完这几步，找到身上有香味的人，舔他一口，我就有好吃的了。爷，那是冒牌路，你瞧好了，我给皇爷爷编个戏法。皇爷爷，神鹿登场，我们得给他配点音乐。还有这说法？真的很难听吗？不懂欣赏。这声好听，不对，这声我怎么听得懂呢？是悬崖少主。别惯了，边舞边回话。我爷爷喜欢。本少主问你，他们找你演戏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就一筐苹果，抠门死了。不但要涂白身子，还要找到身上有香料的人亲他一口。你看那人，长得跟马似的，我们路不喜欢。这样，我给你3倍，你配合一下。成交。祝灵台，陛下明鉴，此祥瑞乃是天降神物，他会主动亲近福泽深厚之人。他与小郡主不过曲舞相合，这缘分还是不够深呐。陛下，你看，神鹿选了太子殿下。住手！把这个畜生给我拖出去！身上的白色颜料涂得我太难受了，我甩掉它。祝灵台，好大的胆子，用个假鹿来骗朕！来人，彻查此事。淑贵妃、太子禁足一院，禁止出宫。皇爷爷别灰心，虽这是老天赐给你最大的祥瑞。哎呀，这是瘦子，太神奇了！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要疼死本宫啊！娘娘，奴婢知错，滚！是。不是让你滚了吗？这手法可还满意啊？你呀，还知道回来？你不在的时候，你的手下连个小丫头都管不住。这么多年来，本宫从没这么狼狈过。
娘娘，娘娘放心，我已有万全之策，定会让今日冲撞你的人付出代价。靖王，你可真是捡到宝了！自从岁岁进宫之后，朕的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，嘿，就连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呀。那是啊，你连折子都让岁岁和儿臣看，能不好吗？皇爷爷，这把好，金灿灿的。是个好折子，这是建议减免灾民赋税的。皇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呀叫做玉玺，是盖章用的。谁要是盖了章呢，那个东西啊就是谁的。来，岁岁，不得无礼。岁岁最喜欢皇爷爷，现在岁岁盖了章，皇爷爷是不是就是岁岁的啦？还有皇爷爷的所有宝贝都是岁岁的了吗？这丫头真是把父皇哄得团团转。陛下，王爷，不好了！嘉诚关粮草库发生火灾，将士分力，只救下了不到1成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坊间还传言说最近灾祸频发是因为什么？说呀！因为妖女入朝，陛下宠溺妖女和天煞孤星的王爷，触怒了上天。无稽之谈！传朕旨意，严查这些流言蜚语，谁要再敢散播谣言，就给朕杖毙！朕倒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他的舌头硬，还是朕的棍棒硬？是。父皇，靖王，前些年你因战败负伤而一蹶不振，这恨铁不成钢，跟你产生了一些嫌隙。朕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，而朕的儿子绝非煞星。流言可诛，人心难移。儿臣愿亲自前往军营勘察真相。只要问题得以解决，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母妃，还是国师有办法。粮草一烧，流言一起，萧恒啊，不去也得去。祖母、父王，粮草没了，将士们就要饿肚子，万一他们没粮食吃。你说什么？瑞儿知道这样做不好。你在教训我？瑞儿不敢。哼，你不敢？你爹愚笨也就算了，你一个福星，怎么比灾星还笨？萧岁岁5岁就能替父出头赚钱拉拢人心，而你净说些没用的废话。瑞儿，来，本宫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是皇太孙，将来是要继承大统。如果萧恒不死，你爹的地位不保，你懂吗？春儿，送瑞儿回宫。是。国师说了，萧恒这次去嘉诚关必经落雁坡。国师已经布了阵，只要萧恒进去，就别想活着出来。还是国师有办法，母妃。你呀，
你别再吹了，奴才本身就耳背呀，你要再吹这么大声，我就该耳聋了呀！哎呦，你说我爹他去哪儿了呀？郡主你就别问了，走的时候王爷专门交代过，一定这事情不能告诉你啊！王爷这么做可都是为了郡主您好啊！哼！哎呦，干嘛？10万叔，你枕头底下藏的银票还不少啊！这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哎呀，岁岁感觉这小荷包扁扁的，他也该吃点了吧？哎呀，郡主，我求您别打这个钱的主意呀！这可是奴才攒了10多年攒下来的棺材本啊！我求求您别……还有你的房梁上还真是个百宝箱呢，不过这个位置不太好，万一哪天被老鹰给叼走呢？是吧？被老鹰叼走？哎呀，郡主啊，经您这么一提醒啊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哈哈哈哈！其实王爷是一大清早就出的门哦，听说他走的是官道，应不应该在天黑之前赶到落雁坡附近的衙门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放心，我才不惦记着你那些小钱呢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来，走，找爹去。哎，是，老奴收拾东西去。岁岁，不好了！岁岁，你爹他，我爹他咋了？王爷怎么了？落雁坡有埋伏，我是在那里布了阵法，要是你爹走进去，就出不来了。10万说备马。好，备马，走，小心啊！娘，晋王殿下，前方大雨冲毁了官道，今夜怕是走不了了。手下已经备好了客房，您在此暂且歇歇，明日一早再赶路可好？有劳了。你们也休息去吧。是。岁岁，这是岁岁的声音，难不成大军没拦住他？岁岁别怕，爹来了。岁岁，萧恒，这阵法就是为了你跑不掉。上！爹，你别怕，岁岁来教你了。岁岁。我的阵法，可恶！都给我杀了他！就这么点钱，都不够赔我路费。坏太子，萧景，就是你，敢做苦心播的局。兄
被这丫头坏了！我要杀！我为什么在这里啊？小航，你要干什么？本宫可是太子，你要动本宫吗？太子，布阵劫杀朝廷亲王，这是什么罪？太子殿下不会不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爹，他不是装的，他是被人逼迫了。丫丫，你闻闻，这是不是国师府的味道？就是他，那老道的味儿，烧真灰，本丫都认得。上次那只鸽子就是这个味儿。果然就是那老道士搞的。就算他被控制，他也是个棋子。即便我今天不杀他，明日他还会被人利用。皇叔不要！皇叔，求皇叔饶他一命，就看在瑞儿都风报信的份上。什么？瑞儿，你……爹爹，小瑞他是来报信的，要不是他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落雁坡遇到危险了。起来吧。多谢皇叔。太子叔叔，你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什么活罪？救命费、精神损失费、差旅费、护工费、唢呐折旧费、乌鸦加班费、小狗出警费，共7项，合计黄金10万两。什么？你不给的话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把这张傀儡符送到皇爷爷的面前，说太子叔叔勾结国师，谋害亲王。到时候，如果皇爷爷亲自到太子叔叔面前问，你是会自己认还是不认呢？1万两，不议价。支持分期付款，首付3成，月息1分。岁岁，我替父王答应你，1万两，1分不少。还是你懂事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我慢慢还。好东西啊，1200两，剩下的9800两，我打张欠条。行了，银货2期。太子叔叔，以后想害人的话，记得把钱带够哦。瑞儿，你这个叛徒！父王，你怎么了，父王？没事儿，他就是气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爹，走，去军营，将士们还饿着肚子呢。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王爷，小郡主，你们来了。歇会儿，一点体力都没有了。我不行了。饿呀！我一点力气都没了。这根本不是稻谷，都是壳啊！对呀，这是偷梁换柱，再放火烧仓，果然不是天才。太
怪了，竟然敢拿僵尸叔叔伯伯们的性命来开玩笑！碎碎现在就拿黄爷爷给我的赏赐，再给将士们换粮食吃。我买到粮食了，将士们，王爷您来了！都怪老奴没用啊，在外面溜溜跑了一整天，我把整个家城关都给跑遍了，可是居然没有一家粮库和粮草愿意买粮给我。最后，老奴找到一家私户，只从散户那里高价买了这一点点，实在不行，老奴就把这些稻米煮成几锅粥，给将士们先分分。这么少，如何能够？有良心了！真的假的？太有救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粮食有救了，这下有粮食吃了！哥，快看！哎呀，哇，这么多呀！哎呦！啊！太好了！有救了！爹爹，你就说吧，有我在，大家不会有事的。是，我们碎碎是我的小福星。什么情况？好阴冷的感觉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吃胖点，回头背着我出去玩。喂的是草，想的挺好。你又不是镇北王宁虎臣，他们家的马都吃上精米了。哎呀，羡慕嫉妒恨呐！现在粮行又不卖粮食，他家的马是怎么吃上的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整个嘉诚关附近的粮铺都归宁虎臣和他夫人，别说精米了，就是上贡的粮食也不在话下。就是啊，宁家的马又换金马鞍了，同马不同命啊！这样的好日子，本马何时才能过上？粮铺都归他，那就意味着，那粮食关键就在他身上了。少主，我知道宁家，宁虎臣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老婆。毕竟他有今天，全靠夫人，是个老婆奴。不过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哎，他家夫人求子求了好多年了，到处拜佛烧香，请道士做法，什么偏方都试过，就是怀不上。记得宁虎臣头发都快白了，福缘未到是强求不来的。福缘，这事我最擅长，我不就是福星本星吗？爹，碎碎想到办法。王爷，咱们就没有更体面的办法了吗？听碎碎的，那你倒是让碎碎给属下找件合身的呀。哎呀，就先将就一下嘛，没有男生穿女装是合身的。还有，谁叫你长那么壮？丫丫，走，带路。讨厌！这夫妻俩感情挺好呀。怎么灭了？别怕，我去点。明氏，本座乃送子娘娘，念你多年求子心诚，特来赐福。晦气！老爷，咱们正办事儿呢，
这宋祖娘娘往我床上送别的女人孩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靠，还是我爷爷养。他是个男人。谁敢耍老子？翠翠，跑！我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哎，抓头！给少主送的，不谢。鸟屎！呸！哦呦，小郡主，你的计划好像不太行啊，怎么还差点连命都赔掉了？唉，没事儿，回头让10万叔给你炖只鸡补补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要2只。少主，打听清楚了。说，那女人是宁虎臣的表妹，两人从小就好，娶宁夫人不过是贪图钱财。我呸！凤凰男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夫人有孕，他只想跟他自己的表妹双宿双飞。对，而且宁夫人的嫁妆、铺子、田产全在他名下，等宁夫人一死，他就发了。岁岁也没想到，岁岁还以为宁虎臣和他的夫人很恩爱的呢。翠翠，你记住，你以后千万不能和坏小子跑了，听到没？哎，爹爹，我现在还这么小，你是不是担心的有点太早了呀？咱们还让小蚂蚁给宁夫人传信了，宁夫人肯定还在等着我们。哎，这回只能让宁夫人空欢喜一场了。夫人，这药喝了这么久，不喝也罢。这是……我没看错吧？宁夫人，国师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贫道夜观天下，见紫微星旁有一道柔光环绕，细细推演，竟是映在了夫人身上。我……宁夫人，其实你命中本有一子，奈何福缘浅薄，屡屡错失。贫道此番前来，是受天命所托，为夫人奉上一道机缘。蚂蚁说机缘，今日国师就来了，这岂不是天意？此乃贫道精心炼制的灵物，夫人只需将其当作自己的孩子，每日以米汤精心喂养，7日之后必能有孕。多谢。这真能成？贫道在宫中多年，所炼之物从无虚发，只是这聚福之法最忌冲撞，需远离一切杀伐之气与争斗之事，尤其是与军营相关的纷争，若是沾染半分，定会前功尽弃。原本我还责怪夫君为何不开仓卖粮，这么看来，确实是我不好。多谢国师指点。告辞。多谢国师。
你的事，我已经办好了。贵妃娘娘的吩咐，你也务必放在心上。是。哎，客官，里面请。看看这个。哎，啊，姑娘，看看啊。王爷，咱们这身打扮能行吗？试试看。爹，你看咱们3个像不像要饭的？像，特别像。新上市的金米啊！去那边看看。快点来看看。掌柜的，买米。买米的，要多少？我们要100担精米。哦，嗯。有，当然有。不过呢，最近这粮价涨了，这银子啊，就够买10担。那么昨天不是还……好，10担就10担。哎，进来喝杯茶来。这是精米，这分明是发了霉的陈米，这不明摆着坑人吗？爱买不买，就这价，就这米，不买滚蛋！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掌柜的，我来买些精米。夫人来了，哎，快请快请，精米有的是，上好的精米，小的这就给您称。我们买就没有，他来就有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我家夫人给小公子熬米汤用的，当然要用好米。你这穷酸，也配跟我家夫人比？爹爹，这个夫人手里抱的不是娃娃，是害人的东西。放肆！敢抓我家夫人，你找死！哎呀，小郡主，可别乱说话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哎呀，你看这是虫子！快躲快躲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孩子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这怎么咬成了虫子呀？行毒的害人机灵。谁呀？谁杀了我的草木人？好啦，坏东西都赶走啦。谢谢你，小郡主。对了，那个襁褓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明明是国师亲手给我的，说是能让我有用的灵物。国师？昨夜他亲自来访，说我命中本有一子，只是被人坏了福运，特来送我一道机缘。不像话，简直太不像话了！王爷，奴才回来了。奴才见过宁夫人，见过郡主。10万叔怎么了？哎，郡主，奴才按照您和王爷的意思，一直就在宁府门口守着。没想到那宁虎臣听说自己的夫人失踪以后，不但不着急呀，他居然，他扭脸
就搂着自己的表妹柳氏恢复婚前去了。你说他……果然如此，国师做决宁武臣配合，一个想害人夺产，一个想……现在就找他算账！小郡主，放着我来。我宁素娘病了这些年，不是死了这些年。更衣。我嫁给他宁虎臣10多年，他的米铺，他的家产，哪一样不是我娘家出的本钱？既然他不要脸，那么本夫人就撕了他。老爷，夫人在大街上昏倒，不知所踪，必定是凶多吉少。好，国师果然神通广大。老爷，那黄脸婆死了，她的私产是不是就都归咱们了？妾身可惦记好久了呢。放心，本王早就为你准备好了。来人，把夫人的私库抬上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成了纸钱了？黄泉路远，本夫人自然要替你正如产权。夫人，夫君，没想到我重病在榻，你好像很高兴啊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个屁！我们几个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，你就是个渣男、负心汉。今天你们俩一个都别想跑！关门打卡。漂亮爷爷，你别难过，你以后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孩子的，还是和你真心相爱的人，拥有一个很可爱的宝宝呢。谢谢穗穗的安慰。穗穗不是安慰，这是真的。夫人，本王的女儿从不食言。今日之事啊，还多亏了小郡主帮助。以后宁家的所有米铺，任凭郡主吩咐，要多少粮食便给多少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来人，开仓放粮。太好了，姐姐！好，朕的穗穗真是福星啊！刚进宫这么几天，就给朕立了这么大一个功劳啊！皇爷爷真是把我夸得不好意思。不过，朕万没想到，吴望居然也掺和到这个事情里边。父皇，吴望身为国师，却与朝中官员勾结，以阴谋乱政、邪术害人，此事不可轻纵。朕绝不轻纵。朕早就觉得这个老道神叨叨的，若不是当年……罢了，这次若是抓到他，朕定让他知道祸乱朝纲的下场。什么味道又香又臭，太难闻了！皇爷爷，你身上是什么味儿啊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这个香囊呢，是淑妃送给朕的，说是新研制出来的，朕觉得好闻，就给要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喜欢吗？
少主，您忘了，吴望身上就是这个味儿。难道？黄爷爷，你喜欢绿色吗？去哪儿啊？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到。不是说去找国师吗？找国师也得先吃饭啊！爹爹，你背了碎碎那么久，不饿吗？碎碎都饿了，只有吃了饭有力气，才能去打跑坏人。行。快走，走，快走快走，耽误时间，咱们都得挨罚。快走快走。这两个人身上有一股臭味，就是吴望身上的那股味。这两个人肯定是去给吴望送饭的，我们快跟上去。还是你的手法最好。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本宫早被逼疯。娘娘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。脏东西，看了长针眼。耳朵不聋就行。也是有劳你了，这些年替我谋划，不然的话，皇后那贱人就要踩到我的头上。娘娘放心，这换运大计已成，天下不还是您和太子殿下的吗？你老说快了快了，到底还要多久啊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这一次真的是只差最后一步。本来呢，这些年我一直想不通，当年我明明做法破坏萧恒姻缘，让他投胎到萧景一脉。娘娘，你可知为何这些年萧景一直还是不受重用，甚至那萧睿也是资质平平？这是为何？原来那个被扔掉的丫头碎碎，就是当年的福星。萧景错把福星当成灾星扔了，却被萧恒捡到，反倒是成全了萧恒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过娘娘放心，只要我把他献祭了，到时候他的福缘不就是娘娘的了吗？好。看来，你本该是本王的女儿。我就说嘛，岁岁这么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怎么可能有这么丑的爹爹？爹，你还别说，咱们父女俩颜值还不错呀。娘娘，有件事儿我还是想不明白，还请娘娘为我解惑。你问吧。这萧恒和萧景可都是你的儿子，当真要牺牲萧恒，成全萧景？唉，我何时说过萧恒是我亲生的？不是吧？这瓜怎么吃到我爹头上了？当年皇后那贱人独享圣宠，没
没过多久就怀孕了，所以本宫也假装有孕，从宫外找了个怀胎的妇人，藏在密室里，就等她生产。谁知那线人命薄，生下来的竟是个死胎。我正愁没办法交差，皇后那线人居然同时临盆了。老天爷都在帮我用死婴换走了他刚出生的儿子，让他背上了皇子夭折、客死亲子的罪名。他百口莫辩，郁郁而终，萧恒就变成本宫的孩子。萧恒造了我20年的母妃，对我毕恭毕敬的。从前我如何打骂他，他都渴望我对他的爱。殊不知，他的亲娘是我杀的。萧恒，你来得正好。本座的爱宠已经饿很久了，你主动送上门来，刚好给他加餐。本座在这里布阵多年，差的只是这最后一步，就是用一个具有龙气之人的血肉当做阵眼。本来想去抓你，现在你主动送上门来，今日之后，翻天覆地，由我主宰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这条蛇，用我的血已经喂养了多年，怎么可能听你的？万兽归宗，接天无令。就你这种旁门左道的，算什么东西啊？给我上，咬他一口！你敢！哎，别光咬腿啊，屁股也来几口，记得放毒哦！呀，好这么快呢！你不要过来！我是贵妃，萧恒，你的亲娘是我杀的！你教了我20年的母妃，你可不可笑？我败了又如何？这辈子没有人会疼惜你！谁跟你说我没人疼呢？就是你把本君主放到哪里去？你别以为碎碎不知道，你就是为了惹我爹生气，求个痛快。你又没有交保护费给碎碎，碎碎才不会如你所愿呢。华娘娘，你说，等你的儿子被贬为庶民之后，
住在漏雨的破房子里面，吃着馊掉剩下的剩饭。然后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那个时候，他会不会恨你？会不会想没有你这个娘，该多好呀！你是魔鬼！魔鬼，岁岁是福星啊，只不过福星也是讲道理的，恶人得善终，这才叫不公平呢。不错，本王就是要看你活着，活着看萧景被废，看你的荣华富贵化为乌有，看你算尽机关，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姐，走吧，去找黄爷爷讨赏了。魔鬼，魔鬼！今日赏华宴就到这儿吧，朕累了。恭送陛下，恭送陛下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陛下，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陛下救我！快救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救我！太子殿下！殿下救我！救我！有人要杀微臣，还有蛇在追我！放开！母妃，舒贵妃，你这是？黄爷爷，国师用傀儡符控制了太子叔叔，去害我爹爹，还在你的香囊里边下了慢性毒药，要慢慢的毁了你的龙体。他和舒贵妃勾结，想把太子叔叔扶上皇位，自己垂帘听政。这些信息，黄爷爷你可以自己查。父皇，儿臣什么都不知道。殿下，父王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好啊，还不说实话？小蛇上，咬他一口，给他吐一点真毒。不要！陛下，臣有罪。朕和舒贵妃私通苟且，并且生下一个孩子，究竟就是朕和他的孩子。没有想到，这可是大丑闻啊！舒贵妃当年用一个死婴换走了皇后娘娘的孩子，其实萧恒才是真正的嫡出皇子。臣篡改了萧恒的福运，害他战败退却。陈烈贤朕残害生命，种种结界都是臣做的。这样的话太可怕了！这是受奸人蛊惑。舒贵妃，对，是舒贵妃，是她指使臣做的，说只要帮助太子登基，就让臣做太上皇，享尽荣华富贵。臣鬼迷心窍，臣有罪，臣有罪。母妃！这遭天启让雷降下，全体挡住了，肯定是天谴啊！罪妇舒氏，国事无望，谋害先皇后，混淆皇室血脉，祸乱后宫，大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母妃，至于萧景，你虽无辜，但从今日起，贬为庶人。
爹，收拾收拾，准备盛开了。岁岁也饿坏了，快点回去，让十万叔给我做红烧排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靖王萧恒德行昭彰，功在社稷，即日起册封为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太子殿下千岁！靖王郡主萧岁岁聪慧机敏，福泽深厚，即日起册封为福兴郡主，享郡主双凤，钦此。福兴郡主千岁！诸爱卿，请身吧。谢陛下。你怎么带这个上朝啊？大喜的日子不得配点音乐呀！还别说，这丫头吹着吹着还越听越上瘾呢。以后多多关照，保护费全部都打折。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岁岁，岁岁，是娘亲啊！你记得吧？当初要不是我们救了你，你哪有今日的福分呢？岁岁，你一定是个好孩子，是道知恩图报的，对吧？对吧，岁岁？爹，像咱们这种大善人，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？帮他们。赏你们的，可别贪心哦。今天做了一件大善事，爹爹回去肯定会好好奖励我的。走。岁岁，岁岁。漂亮爷爷，小郡主。漂亮爷爷，宝宝快出生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！要不是你啊，姨姨这条命都没了。这是姨姨的一点小心意，以后呀，靖王府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。谢谢漂亮爷爷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应该的。漂亮爷爷，你放心，等小宝宝出生之后，我就当他的干姐姐，保护费全免。好，好。爹，走，回家。再见。口号响起来！郡主是地，郡主是天，郡主是生命的四分之二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本郡主高兴。这声音大！哎呦，福到了呀！爹，我不是乌鸦嘴，我是悬崖福星，你赚大了。岁岁说的对，你是上天赐给我的小福星。十万叔，哎，红烧肉好了吗？哎呦，何止是红烧肉啊，一大桌子好吃的，都是你最喜欢的。